喺狹窄嘅辦公室環境都可以運動。辦公室健身術系列教你企喺度又或者坐喺度，只要每小時活動一下，從頭到腳，翻完一日工都唔會變成僵屍。平時習慣一坐就坐成日，對於身體前側同埋深層肌肉有壞嘅影響。3月嘅主題係解放下肢前側嘅肌肉，釋放佢哋嘅力量。平時運動完 cool down，會單腳企喺度拉前大髀，會企唔定或者大髀肌肉太緊，將大髀拉後嘅時候腰埋條腰，呢一個跪姿就會拉得又硬又拉到股直肌同埋髂腰肌。坐得多受影響最大嘅髖屈肌群，其中一條股直肌係從膝蓋連接到盆骨，而另一條髂腰肌係位處軀幹深層，從腰椎連接到大腿骨前方。喺張凳前面單膝跪，腳背勾喺耳邊，慢慢咁將身體向後挨並拉直，令到 pat pat 貼近腳跟。過程唔好勉強，覺得大髀肌肉被伸展就可以停，因為每人個柔軟度唔同，腳踭唔一定掂到臀。短暫收緊大髀肌肉，腳背稍為加力壓落凳面上面，6秒之後放鬆，身體進一步向後挨，再停留10秒，然後重複呢個動作3次。呢個技巧係利用跟腱嘅保護機制，令肌肉先緊後放鬆，變得容易屈曲膝頭同埋伸展髖關節。雙手放喺身體後面，按住張凳支撐身體，伸展身體前側嘅筋膜。